繼續來到南投，這農改場甲仁愛鄉農會甲清流部落合作，找小學生來體驗到插秧啊，甲清除着福壽梨，希望學生更加了解部落的產業甲環境的生態。農改場的人員先教學生要安怎布稻啊，後來這個囡仔就開始落田，是講頭一擺落田，無細緻就會跋倒。沒事，下去了。沒事，沒關係，慢慢來哈，不要跌倒，不要急了哈。這囡仔攏是頭一擺去體驗一個踏入水田部分的囡仔，感覺會驚，這個灌洗了後，酸甲真歡喜。會種嗎？會。好不好玩？好玩嗎？還要不要再玩？還要再玩吶。啊，這辛不辛苦？辛苦。辛苦在哪裡？要插秧。插秧很辛苦。完成布稻後，接來就是清除田內底這福壽梨甲福壽梨卵。這項體驗活動主要是因為農改場甲仁愛鄉農會以及清流部落的農民合作，要推廣友善栽培甲水田生態保育的試驗，安排這學生體驗布稻甲清除福壽梨，希望這學生有環境生態甲生產的保育觀念。